后来乡亲啊，即摆毋那观光业受到冲击，连带制造甲服务业嘛拢受到牵连。朝野阵营拢咧研究解决的方案。行政院拍算要成拨钱，互上价上界食力的航空观光业。也毋过，立法院国民党的党团希望讲，会当直接来订定特别条例，安尼较袂去影响到其他的预算。航空观光业最近电话接袂煞，因为武汉肺炎造成航空业取消真侪量化的航班，疫情也是拖到5月份。那呢，包括出入境、甲国内的市场、观光产业，估计损失有新台币2000亿。无看到行政有动作，国民党团声化声。政府有500亿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。以国民党版本来看，反正讲会去影响到其他预算，决定以定条例为主，经费差不多500亿、70亿，家己倾430亿用借的。把钱随便拿来大家分一分，那都是最廉价、最简单的做法。行政院嘛在研究，目前可能包括航空观光补贴组团的损失，也是补助地价税、房屋税等等，先拨出差不多44亿块。其中周转金占10亿，另外制造服务业贷款参考SARS的方案，上悬90%用资。这个数字不是最后拍板精确的数字，因为我们必须要盘点完现在所有的资源。行政院表示讲，都要先清算过才有结果，不过恐惊相关的业者无法度挡遐久。